我们平山长老教会来献上诗歌，他们要唱的是欢欣颂赞主曲，由平山长老教会的牧师、传道师所带领的教会团队。北业教会的驻场牧师、左牧师以及我们的教育牧师、与会牧师以及在场所有的牧师、传道师、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平山教会的教育传道师。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样美好的夜晚，因着这样的一个盛宴，邀请我们一起参与在这样的一个75周年的感恩系列活动音乐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3首台湾族的传统诗歌，然后也是由我们的燕妮师母她所做的曲子，一起来献上感谢，也愿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也愿神赐福北业教会以及在场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福音的路上，我们继续努力向前行。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
Visa 有重新的编曲，有一个原来它可以走的这么的让我难以想象，我一直以为 Visa 就是有时在男生们在唱的歌或者很欢乐的歌，可是在老师的编曲之下，它可以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它是柔和的、更深沉的，把这个 Visa 的词带到一个不同的意境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由我们兄弟施工部来为我们献唱。主啊，求你差遣我，欢迎兄弟施工部。今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那个试音的，所以有彩排，所以他们非常的认真。我一直点名诗班、试音、彩排，结果来的是兄弟施工部，真的是战斗力十足非常的积极，在我们的服饰上面真的是恩典接力的棒子接得很好。所有的牧长们，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兄弟施工部这个单位可以来参与我们北业教会这个75多年的这个生日当我们知道北业教会要办理这个系列活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报名了。你看，我们都想要唱歌，我们不是只有工作而已，我们还要唱歌所以，而且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北业教会也常常协助我们，你看在台上也都是北业教会的。感谢主，我们可以参与这个音乐响宴北业教会75周年的这个系列活动，感谢主。教人家实来dulu的话很感动以上，那大家也是来。
虎，他们连歌本都是精致美编的，对，他们的那个歌词上面有写我们长老北业基督长老教会社教75周年感恩系列活动写诗，非常的用心的兄弟施工部。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华露露长老教会的青年团契要上台献诗，他们要献上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我们掌声欢迎！哇，他们今天早上他们的主日学也有参与我们的乐乐棒球比赛，荣获乐乐棒的第1名，本届第1名的华露露教会。谢谢。
这次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用 rap 的方式来送葬我们的灵。好，接下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外面的那个义卖组的熟食区的在呼叫我们了，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让大家休息，让大家去上厕所、去采买、去买吃的，所以我们休息半个小时的时间，好，让大家到我们摊位区去走一走、逛一逛，20分钟，好，20分钟逛一逛、买一买，看我们的熟食区在招手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还有你们这边有欧蕾，有肉燥饭，有咖喱饭、挂包，有炸物，还有饮料。所以今天还有水果，有香蕉，还有蜂蜜、香蕉。今天没有水门夜市，只有北夜夜市，所以请到我们的夜市区购买你今晚要吃的食物。最后1分钟，下半场要开始了。为什么没有掌声啊？主席的牧师，一位牧师，那发现黑夜嘛，就是说那是什么不能那里，我代表62届中会长执会来特别狂贺我们北业75周年的感恩。lima kita puluh kali kita wanita kita bersama-sama na ibu di Gisio 特别叮咛到你们的点满头议长、副议长跟总干事。不过今天在东岩他们也庆祝他们的70周年。你知道吗？他怎么东岩马雅巴里、马雅乌干、马雅巴武马雅甘努。Awal-awal sudah kita sekarang apa cik-cik maaf itu tak tumbuh了，所以那么主任怎么的？就在这里特别向我们的北业教会，特别是牧师深深抱歉，因为我们的议长总干事他们因为今天任务施工，所以没有办法参加。我特别代表中会
向我们北业教会祝贺这75周年。那原则上，我上面还有个更大的长官也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副书记，我愿意陈明光牧师长这般的madam。这是我们排湾族的殊荣哦，做总会的书记，以后要当议长。我的巴拉巴跟那全国或者国外的长老教会那个 America 都在他的手下，不是手下。哎呀，长老牧师。错了都那都mana weci macam tak ada cakap malam karawan baik malam mari bulan nak kita sama-sama bulan masyarakat itu cuaca senai sini bulan tak boleh sini tu soal ini macam yang nama kata saya dapat baru dapat 我们没有75周年了，我们是跳过因为刚好就是火灾，所以我们就跳过，我们到80我们再请大家所以不简单的是北业教会，在北业教会不会随便出手，一出手马差的那保利的那个的都会请你们传奇又传奇好，谢谢你们嘞，有的嘞。谢谢牧师的狂贺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中村长老教会带来的不转弯组曲。到底是什么是不转弯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由一桥牧师带领的中村长老教会。小牧师辛苦了呢，早上还在热棒。好，这个是书记的儿子。会不会太拥挤了一点？没有，靠得太近了，我们舞台很大，我们可以分开一点。
谢钟声呢，好像会原来那个不转弯是布农族语转台湾语的意思，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三地门教会上来做演唱之前，我们先请我们的中会书记陈明光牧师来为我们致辞。各位在座的牧长、同工们，还有各位长职，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马路湾我从咱地处九地，或者我是对做马比较不如参加的马差别。以前马是的话也拍，那是从我小学主日学一直到我离开北岳教会基督神学院的这个部落孕育我在信仰上跟神学上的一个教会，所以论到北岳教会，我有很多的感触在传达教改。那今天从老板过去想当年那可不可以我讲说想当年这间教会有很多的人才特别那个时候是从唱那个叫做那个感觉我都没骂讲在瓜伦牧师在这个小波鲁王明胜那个时候非常的蓬勃非常的火热这个经过将近50年利马波罗马才边到今天75年sama dia kita cakap itu soal ya sawangan atau kawalan laga dua makakala kakabu saya soal batu dari soal ya sawangan aku mereka cakap makakala betul cuma makakakalayan dari sekali 我真的很高兴马来湾的把从案在朝家就给马杰马西里不断的在成长在进步在这各个方面都很精进所以今天在庆祝我们北岳教会75周年，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恩典借力爱的乐章。这个恩典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把福音放在北岳村这一个部落，然后透过音乐来继续传承，把上帝的福音能够继续传扬下去。我在这个地方也代表三地门教会，也代表不好意思说代表总会了就说但愿在未来北岳教会未来的福音的事工上，75之后能够继续的更加精进，我们就用音乐来为主发光，好不好？愿上帝祝福我的母会北岳教会，恩善加恩，利善加业，哈利路亚！三地门教会周年乃是爱主曲。那主曲之前我们有4位要先带领大家要来唱这是天赋世界，还有说你什么班，然后接力要来唱这个安斯纳斯奈这样的一个主曲。果然有一棒接一棒，恩典接力爱的乐章。
常的棒。也有可能是团辅的关系，也有可能，所以以后主日学校长先师把它还出我们乐乐班的团辅，他们会有向心力，他们会跳得更卖力。对，那我要继续写计划给长老们。当然，长老听到了吗？主日学校团辅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们要请我们的马家长老教会准备上台。Nag-isa silang ang naras kung tamaruan at sa yukay masilid. Ay ito, di ba ari-ari na rin eh? Hawa ko na kumasi no ay gatong. Lakat natin ka kusangaran, hindi ka na kota at tapoy. Amirabat, kami? Tarnak, rina? Mirab siya, oy. Mirab siya ka no, kyukay, ay masilid, ay ishumu, ay jochu,非常谢谢这个，那都我们那个那基本上都在这把好的嘛，不是多的就嘛。好，这个他就是pinta bola, pinta lima, sika, ache,有没有得名所以我们不想参加呀，这种嘛。所以现在在maklar di kana参加的，这里把这个我们把它现在，这里呢是现在线上感恩，由我们刘国龙长老所率领的马家。4个班由我们蔡国龙长老伴奏，掌声！我们拍手一致一点好不好？拍手！
下来我们邀请的是准备很久的梁山基督长老教会的社青团契，请上台。梁山基督长老教会是由我们的苏宏明牧师及蔡秀慧牧师。梁山教会1个礼拜一直打电话给我了呢，我们到底要穿什么？我们要穿什么衣服这样？
掌声，谢谢梁山长老教会。待会活动结束的时候，请先不要离开，我们还要颁发感谢状以及大合照。对，所以大家要留到最后哦，我们最后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水门基督长老教会上台。水门基督长老教会是我们成熟的牧师彼此牧会，他们将为我们带来这首《耶和华祝福满满》。牧长，感谢弟兄姊妹大家平安。Marwaman perwarna na ng mga timada, nakikita niya pinagdaanan. Manimalia na kiukay ng masuri kinapo sirbatana kinistina yung mga tsumas at yung pito ko pa ito yung sabi. At ito ang kisina yung sumasama sa mga pinagdaanan. At ito, perwarna na sa sumasibida mo tari. Turun mas masibida kaya naman kung kanya kaya yung sipo. Masuwa naman, sobrang yung madayao siya. 欢庆的心来参加我们的北教会就是5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以及系列的活动。在这里面，现在做全人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今天呢在教会把这个绕道。在这里面，现在做全人有3种的语言有台语、有华语、有族语的是那个希望我们。别教会，上帝能够仔细的来祝福我们别教会，也祝福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呢？啊。
么温暖的歌声，耶和华祝福满满。果然是放到最后一首，带着祝福的心来祝福我们北业教会75周年生日快乐。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祝福满满的祝福。好，接下来最后。